它是教化人类的经典，有教义、立法、教规、伦理、经济、卫生、天文、生活规范等。第四要信圣人啊，圣人是真主差遣到人世间教化人类的先知，故在人类文明及生活不断提升的过程中，在各个民族中都派遣不同的圣人到各民族传授真主的正道。穆罕默德圣人求主赐他平安，是真主赐给全人类最后一位使者。他身体力行真主正道，驱除愚昧，破除迷信，引导人类至光明之途。第五要信后世，相信死后的复活和审判。人在世间所作所为，到了后世都会受到真主的最后审判。好人进入天园，基督教是说天国哈，他就是说天园、花园、公园那个园，天园。坏人呢打入火狱，喷火了，爆炸了，那个像火山爆炸那喷火那种地狱叫火狱。第六是信前定，伊斯兰的前定并非宿命论哦，并非宿命论哦。真主大能可预知未来，也能够应人的善举和祈祷改变未来，可以因应人的善举和祈祷改变未来的。所以要行善，还要信靠主，信靠真主，心中有佛等等，心中有正念等等，可以改变命运的哦。所以要求一贯道，五教同源，五教合一，一起来行善，一起来修行。伊斯兰教、回教的简介，在台中的清真寺哈，因为南华大学宗教所参访才取得的。本简介提供民众对伊斯兰有一个概括的认识。如果想要深一层了解伊斯兰，可询问本寺就清真寺的教长，亦会有较进一步的认知。台中清真寺编撰，地址在台中市大墩南路的457号。当天南华宗教所师生有参访台中圣贤堂，然后也有参访伊斯兰教的清真寺。一名词释义，一安拉，阿拉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中国人称真主。伊斯兰，以前中国人称伊斯兰为回教，正确之名称因为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是一个阿拉伯字的译音，含有归顺、洁净、服从和和平的意思。那佛教也说要三皈依啊，归觉啊、正啊、净啊、觉啊、觉悟啊、正啊、端正啊、洁净啊，净是洁净干净那个净啊，觉正净自性的三宝啊。所以你看回教也是有，伊斯兰也是有归顺、洁净、服从和和平的意思呢。跟佛教的三皈依、自性三皈依，归佛、归觉了，觉悟的觉；归华是归正，归生是归净，清净的净。你看，修行人在一起要修六和净，和平的和，身和同住啦，意和同悦，戒和同尊，力和同精啦，见和同解啦，口和无争啊六和呢，身和、口和、意和、见和、悦和、力和身和同住就不简单了，口和无争，不会争论死抬杠，这样就很不简单了呢。还要力和同精呢，供养到大家的平等分享有和平的，也要应该有平等的意思第三，穆斯林意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教胞，佛教说法亲一贯道说道亲回教他们说教胞教内同胞的教胞。
以前俗称穆斯林为回教徒啊。穆斯林也是一个阿拉伯字的译音啊，是指甘心情愿信奉真主的人。回教徒正确的称呼叫穆斯林啊，是指甘心情愿信奉真主的人，甘心情愿信奉真主阿拉的人。是伊利就回利，全称为伊斯兰历，以前俗称为回利。伊斯兰何时传入中国？目前有多少教胞？多少回教徒？多少穆斯林啊？伊斯兰在台湾高中永徽2年西元651年开始由水陆两路传至中国。民国28年内政部统计，当时有教胞5000万人，占全国人口1/9。清真寺43000多座。据中共1990年民国79年的统计，约有1800万教胞，1800万穆斯林回教徒那么多，他们称为教胞。为中国56个民族中10个少数民族，56个民族中10个少数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哇，少数民族我喜欢信回教的哈，都分布于中国的西北啦、云南啦、云南的西南边缘、河南等地区的，河南省也有中国的西北、云南、河南等地区，中国大陆各大城市也有教胞居住。台湾目前也有教胞数万人啊。礼拜之清真寺有6座，台中清真寺是台湾中部唯一的一座。除了提供中部教胞礼拜之外，也是外国穆斯林及印尼等穆斯林外劳呢，你看，印尼的外劳呢，你看礼拜还有聚会之场所。圆顶圆代表天吧，然后四周还有尖塔，尖塔代表着接近真主，接近上天嘛。伊斯兰的6项基本信仰：一信真主，二信天仙，好像一贯道经说的前贤、成道的大仙等等。然后信天经，要信经典，不离经典，不离佛堂，还不离善知识嘛信的天经就是古兰经，意思要信圣人，你看，又不离善知识的不离经典，不离佛堂第4是这个信后世啊，信后世呢，就是有因果的观念呢，要相信深信因果。第4要信前定，不过他的前定不是宿命论。真主大能可预知未来，也能够因应人的善举和祈祷改变未来，所以要有真诚的信仰、修行、行善等等，可以改变命运呢。伊斯兰的6项基本信仰：一信真主，真主是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的主；二信天仙，天仙是奉真主之命传达启示、记录思想、言行等之任务；三信天经，相信古兰经及以前颁降给其他使者之天经。古兰经是真主颁降给穆圣，就是回教教主穆罕默德，求主赐他平安，用以教化人类，是最后最完整的一部天经，共计114章，内容包括教义、律法、教规、伦理、经济、卫生、天文、生活规范等。第4要信圣人，圣人是真主差遣到人世教化人类的先知。一贯道经说拜5教圣人，如佛道耶会5教圣人，儒教的孔子圣人，至圣先师孔子；佛教的
释迦牟尼佛，道教的太上李老君老子，耶教就是基督教的是耶稣基督，回教是穆罕默德，这五教圣人。到各个民族传授真主的正道，穆罕默德圣人求主赐他平安，是真主，是给全人类最后一位使者。他生以力行真主正道，驱除愚昧，破除迷信，导人类光明之途。宗教的顺序，犹太教来先教，拜火教来阴阳合一，那个日夜合一那先。有先佛教，还基督教，还道教，还摩尼教，还景教，回教。有先佛基道摩尼教、景教，还回教。这个是顺序。例如信后世，相信死后的复活和审判，人在世间所作所为，到了后世都会受到真主的最后审判，好人进入天园，基督徒说天国了哈，天国进了那天国。回教讲的是进入天园，公园花园那个园，天园，坏人呢打入火狱了哦，地狱啊，据说是在地球的核心呢，极冷极热，热的像那个火山喷出来那熔浆，那个瞬间呢融化了身体细胞了哦，打入火。宗教参访，台中清真寺。